继续来看台中一间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女学生发表专题的设计，是一种多功能的电马，结果被检举是抄德国一间设计公司的产品。女大学生承认讲，部分的结构是买来的。网友是留言，甲这个女大学生来配上，讲伊面皮真高，喙面互人看到会吐。女大学生袂堪要这个压力怎来休学？女大学生的妈妈认为网友涉嫌霸凌，收集证据，准备要甲网友告。这篇工业设计系大学4年级学生的期末专题多功能菜点的设计，被人检举讲是抄德国一间设计公司的产品。这个学生解释讲是作品甲原作相同，一个校方调查，伊才承认讲部分的结构是买来的。确认这学生在这个作品的呈现上面呢是有瑕疵的，他就是有去拿一些现成的东西来部分的零件来呈现。原产品的德国厂商收到这个消息，确认讲这个女大学生的作品是因的产品，不过嘛讲到讲，若无量产提去卖，就袂甲计较。代志发生后，有学生写讲，这个女大学生受到未见效，当事人未堪要压力办休学。因老母讲，安尼涉嫌网络霸凌。说他死不认错啦、不要脸之类的，你觉得这样会是一个网络霸凌吗？我觉得有点。对这些言论来讲，已经不是适当的评论了。适当评论是评论事情的是非对错，不是带着人身攻击的霸凌。所以人身攻击霸凌行为，这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刑法上的公然侮辱罪。律师讲，这个女大学生行为是错误，会使就事实来做评论。不过你若写讲，伊的面皮有够高，已经牵涉到公然侮辱罪，相当会使判拘役59天。